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家中有位1953年出世嘅捉蛇長輩，又或者你本身就係嗰一年嘅蛇，咁你今日真係要學得靜落嚟，好好地引我講完。事關今日我要拆解嘅，係癸巳年嘅鬼絲蛇行咗大半世人嘅命格真相。好多人一世人攰捉蛇人命苦，操勞一世，但佢哋唔知道，呢種蛇先係真正嘅後福無窮，越老越值錢。我唔係講笑，請你一定要靜心睇完。好多人都話捉蛇人性格硬淨，沉默寡言，唔愛張揚，食咗幾多苦都唔同旁人講，受咗幾多委屈都自己吞落肚。外人睇住佢哋永遠忙忙碌碌，好似從來冇輕鬆過。真正懂命理嘅人就知道，1953年出世嘅癸巳蛇係12生肖當中極之特殊嘅一種命格。呢種命格有個好特別嘅現象，年輕時睇落唔似富貴相，中年時睇落唔似有福氣，就連佢哋自己有時都會覺得命運對自己有啲苛刻。但係隨住歲月往前行，人生過咗半百，當身邊好多人都開始福氣走下坡，精力跟唔上嘅時候，癸巳蛇嘅福氣先至慢慢浮出水面。有啲人晚年財社大開，日子越過越寬裕；有啲人人孫爭氣，個個孝順懂事；有啲人貴人常在，逢凶總能化吉；仲有啲人看似平平淡淡，冇大富大貴，卻過着好多有錢人都羨慕嘅安穩人生。呢一切唔係偶然，亦唔係突然幸運，而係癸巳蛇天生命格裏就藏住一種自來卻異常深厚嘅福氣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拆開嚟講，1953年出世嘅捉蛇人呢一輩子嘅命到底好喺邊度？耐心睇到最後，你或者會恍然大悟，原來自己一路走嚟嘅高低起跌，一早都寫在命盤之中。首先要講清楚，1953年係癸巳年，天干為癸水，地支為巳火，水同火同宮，陰陽相傳，本身就係一種極為少見嘅命格。結果好多人唔知貨，以為水火相遇就係相沖，其實完全唔係咁。癸水係陰水，係雨露之水，柔軟通透，充滿智慧；巳火係陰火，係燈燭之火，沉穩執着，暗藏力量。雨露遇着燈火，唔會將火熄滅，反而令火燃燒得更穩更持久；燈火看住雨露，唔會將水烤乾，反而令水化成氣遍佈四方。呢種格局就係命理當中講嘅水火既濟，形神合一，互相成就。癸水代表思維，唔成喻嘅觀察力；巳火代表行動、定力同執行力。當智慧遇上行動，謀慮配上環境，呢個人嘅人生格局從一開始就注定唔平凡。所以你細心睇下，1953年嘅屬蛇人，後生嗰陣就已經比同齡人成熟得多。別人貪玩嘅年紀，佢哋已經開始籌劃將來；別人衝動做事嘅時候，佢哋已經盤算好後果；別人爭一時之氣嘅時候，佢哋已經睇到三步之外嘅列局。呢種性格嘅好處係人生會少行好多冤枉路，旁人睇唔穿嘅陷阱，避不開嘅風險，佢哋靜雞雞就過咗去。但配處亦都好明顯，睇得太通透嘅人，活得從來都唔輕鬆。因為睇得清責任，所以唔敢偷懶；因為睇得清風險，所以唔敢冒進；因為睇得清人心，所以好多時候寧願自己食虧，都唔願意同旁人爭執。久而久之，身邊人都習慣咗佢哋嘅穩重同承擔，卻好少有人記得，佢哋曾經亦有過想要放輕步伐嘅時候。好多癸巳蛇從小就懂事，出身普通家庭嘅，早就識得幫屋企分擔重擔。讀書時就諗住畢業後賺錢補貼家用，就算家境尚可，亦從來冇嬌生慣養嘅毛病，曉得生活不易，懂得珍惜眼前。呢種超越年齡嘅沉穩，從命理上講，就係癸水同巳火帶嚟嘅特質。不過，老一輩嘅命理師成日講一句話：福氣太早到唔係福，福氣藏得深先至係真福。癸巳蛇嘅福氣就藏得特別深，深到有時候連佢哋自己都睇唔見。後生時候嘅癸巳蛇，大多數都要經歷幾番磨練。有的出身寒微，少年時期挨過不少苦；有的早早踏入社會，看人面色做事；有的為咗兄弟姐妹，為咗屋企人嘅鬥書機會、發展機會，犧牲咗自己嘅某啲嘢；仲有啲結婚之後一肩挑起整頭家，上要照顧長輩，下要養育兒女，
中間仲要應付生活裏頭嘅各種路線。好多季節蛇回頭睇，都會覺得自己前半生好似從來冇為自己活過一日。但係大家有冇發現，儘管佢哋經歷過嘅困難咁多，承受嘅壓力咁重，但真正將佢哋打倒嘅事情，其實少之又少。每一次跌低，佢哋總能沉住氣，慢慢企返起身；每一次失敗，佢哋總能喺絕境裏頭行出一條新路；每一次覺得撐唔住嘅時候，轉個彎總會有新嘅轉機。呢樣嘢就係季節蛇命格裏最厲害嘅地方，韌力極強，生命力極旺，恢復力極好。好似一條藏喺深谷裏嘅靈蛇，平時靜靜潛伏，唔顯山唔露水，遇到危險嘅時候，總能憑住冷靜嘅直覺同堅強嘅生命力，揾到一線生機。所以命理學裏頭，季節蛇向來有藏福之蛇嘅講法。咩叫藏福？唔係冇福，而係福氣唔會早早擺喺你面上，唔會年紀輕輕就風光無限。佢哋嘅福氣沉在歲月裏，積在根底裏，要等時間慢慢熬，等經歷慢慢沉澱，先會一啲一啲顯露出嚟。世間好多人後生時候風光過，呼風喚雨，身邊圍繞好多人，但到咗中年之後一步步走下坡，晚年淒涼，冇人問津。呢種就係先甜後苦，福氣浮喺表面，經不起歲月打磨。但季節蛇剛好相反，後生時候平平淡淡，甚至乎有啲波折，中年時候踏踏實實努力，一步一個腳印，到晚年福氣反而越嚟越濃，日子越過越順。呢種人生軌跡喺12生肖當中其實非常少見，尤其過咗50歲之後，呢種命格嘅優勢會越嚟越明顯。因為季節蛇嘅一生，從來唔係靠運氣食飯，而係靠積累。積累德行，積累人脈，積累智慧，積累經驗。時間越久，佢哋身上嘅價值就越高，歲月賦予佢哋嘅福氣就越厚。好多季節蛇後生嗰陣唔俾人睇好，甚至俾人低估，俾人解，俾人睇唔起。有人話佢哋太內向，做唔成大事；有人話佢哋太保守，賺唔到大錢；仲有人話佢哋太老實，注定要吃虧。但係幾十年過後再睇，當年嗰啲鋒芒不露、急於求成嘅人，大多數如曇花一現，慢慢歸於平淡，反而當年唔聲唔響、低頭做事嘅季節蛇，一步一步將日子過得紅紅火火，活成咗身邊人都估唔到嘅模樣。因為佢哋最大嘅本事，唔係贏在起跑線，而係贏在終點線。老一輩成日講，評價一個人嘅命好唔好，唔係睇後生時風唔風光，要睇老咗之後安唔安穩。呢句話放喺季節蛇身上，最合的不過。前半生，佢哋係蓄力嘅階段，係扎根嘅階段，你睇唔到佢哋有咩驚人成就，但係地底下嘅根已經扎得又深又穩。等到後半生風雨嚟嗰陣，其他樹搖搖欲墜，唯有佢哋企得穩，撐得住，仲能夠為身邊人當風遮雨。講到這裡，相信好多1953年嘅捉蛇朋友心裏面已經有共鳴。回顧過去幾十年，你一路走來其實並唔容易，有過辛苦，有過委屈，有過遺憾，亦有過好多磨人理解嘅時刻。但當你靜落心嚟仔細諗，命運其實一直都喺度暗中幫你。每當你行到絕境，以為撐唔過去嘅時候，總會有意想不到嘅轉機出現。每當你跌落低谷，覺得無人可靠嘅時候，總會有人伸出援手拉你一把。每當你對一件事唔抱希望嘅時候，轉頭又會迎嚟峰回路轉。呢種現象喺季節蛇身上真係太常見。點解會咁樣？因為季節蛇命裏頭帶住一顆福德星，呢粒星平時唔顯山唔露水，你順風順水嘅時候甚至感覺唔到佢嘅存在，但一旦你遇到難關，陷入危局，呢粒福德星就會發揮作用，幫你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好多季節蛇要到晚年回頭看自己嘅一生，先會突然醒悟，原嚟當年嗰件以為過唔去嘅坎，其實係命運喺度保護自己。原來嗰次以為錯失咗嘅大好機會，其實係避開了更大嘅災害。原來自己一路走來，冥冥之中總有庇佑，只不過當時身在其中睇唔透。然而，真正令人意想不到嘅仲未講。1953年季節蛇嘅命格裏頭，仲藏住一個更大嘅秘密。呢個秘密同財運有關，
同子女運有關，同晚年福氣有關，甚至同未來幾年嘅人生轉折都有住極深嘅聯繫。好多人要到70歲之後先會慢慢明白，原來自己一輩子最大嘅福報根本唔喺後生嗰陣，而喺人生嘅下半程。好多人總以為一個人命好唔好，就睇佢賺咗幾多錢，住幾大嘅屋，揸咩嘢車。其實咁樣睇真係太過片面。命理學當中講嘅真正富貴，從來唔單止係銀行戶口裏頭嘅數字。真正嘅富貴在於遇難處時有人幫，年老時有人陪，生病時有人照顧，平日裏頭身體健康，日子安穩，瞓得安穩，食得甘甜。呢啲嘢比起金錢要珍貴得多，亦都踏實得多。1953年嘅桂志蛇就係擁有呢種好難得嘅命格，因為佢哋身上有一樣好多人都冇嘅特質，就係重情重義，心地厚道。好多捉蛇人表面睇起來冷冷淡淡，唔中意講好人嘅說話，亦唔擅長表達感情，但係內心其實比誰都柔軟，比誰都重感情。朋友有難，佢哋唔會講太多安慰說話，卻會靜靜雞將事情幫你辦好。家人受委屈，佢哋唔會咋咋呼呼幫出頭，卻會默默將所有責任攬到自己身上。就連對待身邊嘅陌生人，佢哋都存住一份善心，能夠幫就幫，從不計較回報。後生嗰陣嘅佢哋，永遠係付出嘅第一個，永遠係照顧人嘅第一個，永遠係成全別人嘅第一個。有時候為咗家人，為咗朋友，寧願委屈自己，都唔願意令別人為難。命理講得好清楚，咩嘢因就結咩嘢果。你今日付出嘅每一份善意，種下嘅每一個善因，日後都會變成你嘅福報，喺你最需要嘅時候回到你身邊。世間好多人後生時候朋友滿天下，走直上稱兄道弟，以為自己人脈廣，本事大，但到咗老咗，落魄嗰陣，身邊連一個講真心說話嘅人都冇。仲有啲人後生嗰陣風光無限，處處佔人便宜，算計人，以為自己聰明絕頂，結果到咗晚年眾叛親離，孤苦伶仃。但桂志蛇往往唔會行到呢一步，因為佢哋呢世人最值錢嘅嘢，唔係房產，唔係存款，而係人情，係口碑，係一輩子積落嚟嘅善緣。後生時候幫過嘅人，過咗10幾20年依然記得佢嘅好，曾經結下嘅善緣，經過歲月沉澱反而越來越深厚。所以桂志蛇一生當中，總會遇到幾個至關重要嘅貴人。呢啲貴人唔一定係有錢有勢嘅大人物，亦唔一定日日出現喺你身邊，但每次出現都係喺你最關鍵嘅時候。有啲人事業上遇到瓶頸，貴人出來指點一條路；有啲人做生意遇到資金周轉不靈，貴人出來伸手幫一把；有啲人屋企遇到變故，貴人出嚟幫忙前前後後；仲有啲人喺人生最低谷、萬念俱灰嘅時候，貴人出來點醒一句，從此改變咗整個局面。好多時候你回頭睇，都會覺得不可思議，點解偏偏喺嗰個時候就遇到嗰個人？點解咁多人唔幫，偏偏就係幫咗你？其實呢啲都唔係巧合，而係你一輩子積落嚟嘅福德，係你過去種下嘅善因，喺適當嘅時候列出嘅善果。所以好多桂志蛇回顧人生，都會有同一種感覺，一路走來雖然辛苦，卻總能逢凶化吉，好多看似過唔去嘅難關，最後都奇蹟般咁過咗去。呢個唔係運氣好，而係命格之中自帶嘅福德力量，係你自己一輩子行善積德換返嚟嘅。講完貴人運，再同大家講下大家最關心嘅財運。講到財運，好多人對桂志蛇有解，話捉蛇人勤力係勤力，但發唔到大財，一輩子賺嘅都係辛苦錢。其實咁樣講，係冇睇透桂志蛇嘅財星格局。1953年出世嘅捉蛇人，大多數都唔係暴發戶嘅命，唔會一夜暴富，亦唔會憑空天降橫財。佢哋嘅財富，大多數都係一步一個腳印累積返嚟嘅。睇起來慢，實際上穩陣；睇起來普通，實際上牢固。呢種命格嘅財運，最怕心急，最怕貪快，最怕成日諗住走捷徑。因為佢哋真正擇合嘅財路，係厚積薄發，係細水長流。你越急住去賺快錢，反而越容易栽跟斗。你踏踏實實累積，隨住年紀增長，財運反而會越嚟越好。
好多桂字蛇後生時候收入普通，更夠養家活口，中年時候慢慢穩定落嚟，有咗積蓄，有咗家底，到咗晚年反而比身邊好多人過得寬裕，過得從容。呢種情況就係命理上講嘅晚福開蛇。咩叫晚福開庫？就係一個人嘅財富前半生係儲存同積累嘅階段，你往你邊賺得行，賺努力，賺經驗，賺人脈，到你人生後半程，財富嘅門慢慢打開，你過去積累嘅一切都開始變成實實在在嘅回報，令你安享晚年。好多人退休之後收入下降，手頭開始緊張，要靠子女接濟，要節衣縮食，但桂字蛇往往唔配咁樣。有啲人退休之後，當年買落嘅房產慢慢升值，被動收入越嚟越多；有啲人退休之後，子女事業有成，唔需要佢再操心，反而個個孝順，經常貼補家用；有啲人憑住一輩子積累嘅手藝、經驗同人脈，退休之後反而有咗新嘅賺錢機會，唔使辛苦操勞，收入卻比上班時候仲要可觀。甚至有個說法，好多桂字蛇到咗70歲之後，仲能夠迎嚟意想不到嘅財運機會。呢種現象喺桂字蛇身上真係唔少見，因為佢哋命中嘅財星係晚財，係運財，係長長久久嘅財。晚財雖然賺得唔快，但係最穩陣，最唔容易失去。好多人後生時候賺快錢，賺得容易，輸得亦容易，一場風波過後一夜回到從前。但桂字蛇賺嘅錢，每一分都係血汗換返嚟嘅，每一分都係經過盤算嘅，所以守得特別穩，唔會輕易就流走。好多時候，就連佢哋自己都冇察覺，當年一個看似普通嘅選擇，過咗10幾20年再睇，竟然係最正確嘅決定。當年一筆看似唔起眼嘅積累，日後竟然變成咗一筆可觀嘅財富。呢個就係桂字蛇嘅財運特色，唔爭一時之快，只求長遠穩定。你以為佢行得慢，其實佢行得最遠；你以為佢賺得少，其實佢留得最耐。不知不覺之間，佢哋早已經行喺咗富足嘅路上。除咗貴人運同財運，桂字蛇仲有一樣非常特別嘅福氣，就係子女福。傳統命理當中有一種福報叫晚年承歡，意思就係老咗之後人孫繞膝，有人照顧，有人關顧，有人時時刻刻掛住你。呢種福氣唔係人人都有，有錢嘅人未必有孝順嘅子女，地位高嘅人未必有和睦嘅家庭。但1953年嘅屬蛇人，大多數都有呢份福氣。當然，後生嗰陣佢哋喺子女身上嘅操心，亦比旁人多得多。好多桂字蛇為咗孩子嘅成長、讀書、工作、成家，操碎咗心，自己挨得苦，死得慳，卻想將最好嘅都留給孩子，自己捨唔得花，捨唔得用，卻對孩子從來唔守緊。為咗下一代，佢哋付出咗太多心血，承受咗太多壓力，但係命運沖嚟都唔會辜負真正付出嘅人。當孩子慢慢長大，當家庭慢慢穩定，你過去嘅付出就開始有回報。有啲子女事業有成，成為你嘅驕傲，亦成為你晚年嘅依靠。有啲子女孝順懂事，時不時陪喺你身邊，問寒問暖，照顧得磨眉不至。仲有啲子女雖然唔擅長講好人嘅說話，但心裏面永遠將父母放喺第一位，你有咩事永遠第一個企出嚟。呢種親情上嘅圓滿，先至係晚年最珍貴嘅財富。世間好多老人有錢有留，但係子女不孝，家庭不和，晚年過得孤苦伶仃，有錢都冇意思。但桂字蛇嘅晚年往往唔會有呢種遺憾，因為佢哋自己就係重情重義嘅人，從小俾子女做咗榜樣，因為佢哋喺子女身上傾注咗足夠嘅愛同責任，種落咗親情嘅善因。當然，凡事都冇絕對，並唔係所有捉蛇人嘅家庭都十全十美。有啲曾經同子女有過矛盾，有啲因為觀念唔同產生過隔閡，仲有啲曾經因為一啲事感到過失望同寒心。但係我想同呢部分朋友講一句，桂字蛇同子女嘅緣分，注定係先緊後從，先苦後甜。後生時候嘅摩擦，係因為大家都緊張，你擔心佢行立路，佢覺得你管太多，曾經嘅不理解，係因為身處嘅位置唔同，經歷嘅事情唔同。但隨住時間過去，隨住子女亦為人父母，佢哋慢慢就會明白你嘅苦心，慢慢就會體會到你嘅唔容易。
好多曾經敬解，最終都會被時間化解；好多曾經嘅距離，最後都會重新靠近。因為呢份親情緣分本來就深，只不過需要時間慢慢沉澱，慢慢釀出甜味嚟。講完子女，再同大家講下婚姻家庭。1953年嘅桂治蛇係責任感特別重嘅人，無論係做丈夫定係做妻子，一旦認定咗呢個人，呢個家，就會一心一意承擔到底，就算遇到再多困難，亦都唔會輕易講放棄。所以好多捉蛇人嘅婚姻，也苦唔算轟轟烈烈，冇咁多風花雪月，亦唔算浪漫溫馨，冇咁多甜言蜜語，但勝在細水長流，勝在不離不棄。後生嗰陣，大家都追求熱鬧嘅感情，覺得有激情先叫愛情，但到咗晚年就會明白，人生行到最後，真正陪喺你身邊嘅唔係朋友，唔係兒女，更唔係財富名利，而係身邊嗰個同你一齊走過風風雨雨嘅老伴。後生嗰陣一齊挨苦，中年嗰陣一齊參加，老咗之後互相照顧，互相陪伴，呢種感情先係最紮實、最值得珍惜嘅。而桂治蛇最大嘅優點就係識得珍惜、識得守護、識得承擔，唔會因日子好過咗就變心，唔會因為對方老咗、病咗就嫌棄。一輩子落嚟，雖然都會有爭吵、有摩擦，但心永遠係往一處諗，力永遠係往一處使。所以好多捉蛇人到咗晚年，家庭氣場特別穩定，屋企和和氣氣，少分爭。家和萬事興呢句話喺桂治蛇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。講到這裡，可能好多朋友會覺得，原來桂治蛇嘅福氣就係晚年安穩，家庭和睦。其實，如果你以為呢個就係桂治蛇最大嘅福氣，咁就錯啦。接下來我要講嘅，先至係真正令好多命理師都驚嘆嘅地方。好多桂治蛇到咗70歲之後，命運會出現一次非常特殊嘅轉變。呢種轉變唔一定係大富大貴、翻天覆地，卻足以改變你未來10幾年嘅生活質量。有人因此迎嚟福壽雙全嘅晚年，有人因此家庭越來越興旺，有人因此財氣順遂、無憂無慮，有人因此真正享受到天倫之樂。而呢一切背後，其實藏着桂治蛇命格當中最深沉嘅一股力量。呢股力量從何而來？點解話1953年嘅捉蛇人越老越值錢，越老越有福氣？如果你認真睇到呢度，你或者已經發現咗一件事：桂治蛇嘅一生同好多人嘅人生軌跡其實完全唔一樣。有啲人後生時候耀眼奪目，有啲人中年時候風光無限，但真正能夠將福氣延續到晚年嘅人，其實並唔多。而1953年嘅桂治蛇，恰恰就係少數擁有呢種命格嘅人。佢哋嘅人生就好似一埕陳年老酒，啱啱蒸出嚟嘅時候辛辣刺鼻，冇咩味道，存放幾年之後慢慢有咗酒香，卻仲未夠醇厚，等到10幾20年過後，打開埕喼嘅時候，先會聞到嗰種撲鼻而嚟嘅醇香。時間越久，味道越濃，價值越高。好多事情後生時候睇唔出嚟，好多福氣中年時候感受唔到，但行過咗歲月嘅沉澱，經歷咗人生嘅風雨，命運就會慢慢展現出佢最真實嘅一面。桂治蛇命格當中最令人敬畏嘅部分，恰恰就係晚年嘅福運。老一輩流傳落嚟一句話：少年收福唔係福，老來有福先至係真福。點解咁講？因為後生時候擁有嘅嘢未必能夠留住，中年時候得到嘅嘢亦未必能夠長久。唯有到你人生後半段，身體仲算康健，家庭仲算和睦，身邊有人陪，手頭有餘錢，心入面冇乜煩惱，能夠安安穩穩、踏踏實實咁過日子，嗰啲先至係真正值得感恩嘅人生。而1953年嘅桂治蛇，恰恰就具備咗咁樣嘅命格特徵。好多捉蛇朋友回顧自己嘅人生，後生嗰陣熬，中年嗰陣捱，一路都喺度為家庭努力，一路都喺度為生活奔波，一路喺度承擔責任，好似好少真正為咗自己活過。但行到今日，回頭再睇過去嘅時候，卻突然發現，原來所有嘅付出都冇白費，原來所有嘅辛苦都冇白受，原來命運早已經靜靜雞將福氣積累起嚟，等住喺最啱嘅時機慢慢回報返俾你。呢個就係桂治蛇最特殊嘅地方，佢哋嘅福氣唔喺表面，而喺後勁，
佢哋嘅人生唔靠爆發，而靠積累，佢哋嘅成功唔一定轟轟烈烈，卻往往能夠長長久久。尤其係進入晚年之後，好多貴自蛇會發現，身邊原本混亂嘅事情開始變得順利，原本令自己操心嘅人開始變得懂事，原本困擾多年嘅問題開始慢慢解決，原本放唔低嘅執念亦都開始慢慢釋懷。呢種變化睇起嚟平平無奇，其實非常珍貴。因為人生最大嘅福氣之一，唔係得到更多，而係放低更多。後生嗰陣總想擁有更多，晚年時候識得知足就好。後生嗰陣總想參個輸贏對錯，晚年時候識得珍惜就好。後生嗰陣總想改變別人，晚年時候識得善待自己就好。而貴自蛇正係喺歲月當中慢慢修成咗呢種智慧，所以佢哋到咗晚年往往比好多人活得更通透、更從容、更自在。好多人以為財富係最大嘅福氣，其實唔係。真正嘅福氣係夜晚瞓得安穩，日頭食得甘甜，身體健康，家庭和睦。而貴自蛇晚年最容易得到嘅，恰恰就係呢啲看似平凡卻最珍貴嘅嘢。尤其係健康方面，好多人話捉蛇人命硬，其實命理上講嘅命硬，唔係話一生冇災難，而係遇到災難之後依然能夠挺過去，遇到困難之後依然能夠企返起身，遇到挫折之後依然能夠繼續向前行。呢種堅強嘅生命力，係貴自蛇與生俱來嘅天賦。當然，歲月不饒人，隨住年紀增長，任何人都需要重視養生，需要愛惜身體，需要留意起居飲食。但從命格角度嚟講，1953年嘅貴自蛇通常具備比較強嘅恢復能力同抵抗能力，只要保持規律嘅生活作息，保持平和嘅情緒心態，往往能夠享有比較長遠嘅健康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人到晚年最大嘅敵人唔係年紀，而係孤獨。好多人唔缺錢卻缺少陪伴，好多人唔缺屋卻缺少笑聲，好多人唔缺物質卻缺少溫暖。然而貴自蛇命中有一種好難得嘅特質，就係容易積累家庭福氣。後生時候種下嘅善因，晚年往往會開出一片幸福嘅花。好多貴自蛇到咗70歲以後，最開心嘅事已經唔係賺幾多錢，而係體現兒女平安、家庭和睦、孫輩健康成長。呢種天倫之樂，係任何金銀財寶都替代唔到嘅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所有1953年嘅捉蛇朋友講一句心底話，唔好總是回頭望住嗰啲失去嘅嘢，因為你嘅命本來就唔係用嚟活在遺憾裏頭嘅。好多捉蛇人有一個共同嘅習慣，總係中意反復回憶過去，總係中意諗如果當年點樣點樣，結果會唔一樣。其實命理講究順勢而行，人生冇白行嘅路，亦冇白受嘅苦。嗰啲看似吃虧嘅經歷，其實都喺度塑造你今日嘅福氣；嗰啲看似失敗嘅選擇，其實都喺度成就你未來嘅圓滿。好多事當時睇係損失，多年以後你再睇，原來係一種保護；好多事當時睇係遺憾，多年以後你再睇，原來係一種成全。所以貴自蛇最大嘅智慧，就係學會感恩過去，珍惜現在，期待未來。因為未來嘅日子裏，仲有好多值得高興嘅事正喺度靠近，仲有好多幸福正喺度慢慢到嚟，仲有好多福氣正喺度靜靜雞累積。尤其係嗰啲一直保持善良，一直幫助別人，一直孝順父母，一直守護家庭嘅人，你做過嘅呢啲善行都唔會消失，會變成睇唔見嘅福德，時時護住你，滋養住你，令你嘅人生越老越安穩，越活越有福。命理當中有句非常重要嘅說話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姜。而1953年嘅貴自蛇，好多人正正就係呢句話最好嘅寫照。佢哋未必擁有最顯赫嘅身份，未必擁有最驚人嘅財富，未必擁有最耀眼嘅成就，但佢哋擁有最難得嘅人生底氣，一種藏喺歲月裏頭，藏喺人品裏頭，藏喺家庭裏頭，藏喺子孫後代裏頭嘅福氣。呢種福氣，別人闖唔走，奪唔去，會隨住時間不斷增值，會隨住年紀不斷豐厚。後生嗰陣你唔覺，到咗晚年你就會發現，原來自己一輩子積落嚟嘅呢份福氣，比幾多財富都要值錢。所以各位1953年出世嘅捉蛇朋友，請相信自己，亦請珍惜自己。
你呢一生行過好多風雨，但亦正因如此，你先比別人更懂得幸福嘅珍貴。你呢一生承受過好多辛苦，但正因如此，你先配得上今日擁有嘅一切。當別人仲喺度追逐名利嘅時候，你已經識得享受人生；當別人仲喺度為未來焦慮嘅時候，你已經擁有歲月贈予嘅智慧；當別人仲喺度記覺得失嘅時候，你已經明白平安就係最大嘅財富，健康就係最大嘅福氣，家庭就係最大嘅靠山。而呢啲正正係貴自蛇命格當中最珍貴嘅寶藏。最後，我衷心祝願所有1953年貴自年出世嘅捉蛇朋友，福星高照，家運人旺，身體健康，平安順遂，子孫賢孝。願你未來嘅每一日都能夠被福氣包圍，願你未來嘅每一年都能夠被幸運眷顧，願你所有嘅付出都得到回報，願你曾經所有嘅善良都化作福報，願你往後嘅歲月安康喜樂，福壽綿長。如果你亦係1953年嘅屬蛇人，又或者你嘅家人係1953年嘅屬蛇人，不妨喺心裏面靜靜接住呢份福氣，因為祝於你嘅好命從來都冇離開過，佢一直都在，只不過隨住歲月流轉，正喺度變得越嚟越深厚。呢個正係1953年貴自年捉蛇人呢一生最令人羨慕嘅地方。真係冇諗到，原來呢世人嘅命竟然咁好。睇到呢度嘅人都有福，聽到呢度嘅人都有遠福，左右吉祥，福入家門。願所有1953年捉蛇朋友福壽安康，福壽綿長。